好，大家好，今日咧都想教一個咧，好簡單嚇，但係又超好用嘅一個 ChatGPT 嘅技巧。咁啊，就係一個開畫布嘅模式，咁就係 Canvas。好，咁呢一個嘅功能啦嚇，咁其實都可以即係幫大家啦，可以將一啲超長超亂嘅內容咧，就轉變成一啲清晰分段好讀嘅一啲網頁嘅格式 HTML。咁無論咧你喺準備講稿啊、教案啊，或者一啲網頁嘅內容嘅時候咧，咁其實你只係1分鐘嘅時間咁你只係咧就可以將文字咧就變得有條理啦、清晰啦、有結構咁去到讀。好，咁咧就所謂即係Canvas 啊，即係呢個畫布嘅模式啦。咁其實咧就係佢打開咗之後啦，咁佢會輸出嘅文字咧就會喺你嘅 ChatGPT 嘅右邊嘅一個嘅空間。咁你哋咧就可以一邊同佢傾偈啦，一邊就即時睇到 AI 幫你生成嘅內容。咁有啲似咧就好似一個即係 Word 文件加一個 AI 助手嘅混合體。咁你可以咧喺呢一度啦，即係修改文字啦、調整個結構啦，甚至即係去生成一啲嘅內容。咁你唔使即係跳嚟跳去唔同嘅視窗，咁全部咧都喺同一頁咧去到完成。咁都係一個即係好方便嘅功能嚟嘅。好，咁咧就你其實打嘅提示詞咧都唔需要太複雜嚇。咁其實咧就你準備一份即係當一份嘅文件啦嚇，即係一份可能你雜亂無章嘅文字內容。咁你就打一段嘅提示詞俾佢跟住咁就完成㗎啦嚇。咁好，咁咧就呢一次呢一個嘅提示詞咧就係即係我會寫啦嚇，就請你將呢一段嘅文字啦就轉為 HTML 格式並且開畫布嘅模式咧，要讓人去到容易去到閱讀。咁有時有啲同學咧就可能即係打唔開即係呢個嘅畫布模式啦。咁其實喺你平時聊天嗰度咧，咁你撳呢一個嘅加號啦，咁你就見到畫布噶啦。咁你就 click 開咧就可以噶啦。咁其實你打開咗啦，咁就確保佢一定會開啦。咁如果你佢冇開嘅，其實你就咁喺個聊天嗰度咧，就加翻個話開畫布模式去到做咧，咁其實佢都即係會打開得到噶啦。咁打開咗之後啦，咁你就會見到有一個嘅方格啦嚇，咁佢就喺度寫啲程式碼啦嚇。咁啲程式碼咁通常我哋即係梗係唔會貼程式碼喺我哋嘅文件嗰度啦。咁我哋咧就要撳呢個嘅預覽啦嚇。咁你撳咗預覽之後啦，咁你由呢一啲即係唔係咁容易睇得明嘅字咧，咁就變成咧即係一個好清楚嘅一個嘅格式啦嚇。咁你喺個格式啦，譬如你有啲咩嘅調整咧，咁你就喺左手邊呢一個位嗰度啦，咁你就打上你要改嘅內容嚇，咁你就都佢會繼續去到改噶啦。咁即係呢一個啦，就係一個好簡單嘅一個文件啦。咁其實咧，你譬如話想做一啲有少少互動嘅好似嗰一個程式啦，或者一個 Apps 啦，或者一個即係一啲嘅網頁啦嚇。咁其實一啲互動嘅格式嘅，其實佢都可以做得到嘅。好，咁你做完之後啦嚇，咁你就都可以咧，即係 cap 圖啦嚇，咁或者咧喺右上角呢個三點嘅上面啦，咁你咧佢都可以輸出呢一個 PDF 嘅格式，咁你就可以將呢個 PDF 格式，咁你就可以 send 出去，咁或者你 cap 咗圖變成一幅圖片send 出去，咁都OK 嘅。咁就好啦，個功能咧咁其實就講完㗎啦，咁都好簡單。咁希望咧大家即係一個好少嘅工具都可以咧幫大家咧將你哋嘅講稿筆記或者課程嘅簡介咧都變成清晰有結構都可以容易去同人哋分享。咁希望呢一個教學都幫到大家。咁下次我哋再見。